救兵没办到，只能自力更生了。姐姐，二小姐，姐姐，红不丑，难道要用真情感动？姐姐，额娘去世时，我才刚出生，从小到大，只记得阿玛说我是个闯祸精，姨娘讨厌我的顽劣。别的兄弟姐妹虽然也有个别要好的，但毕竟不是一个娘生的。只有姐姐，咱俩是一个娘胎里的，只有姐姐对我不离不弃。若曦自从阁楼上摔下来之后，姐姐对我的关心、包容和忍耐，若曦都是真切地感觉得到。若曦犯了错，姐姐打也好，骂也好，若曦都是听的。可姐姐若对若曦不理不睬，我只有姐姐一个亲人了。若曦，姐姐别生若曦的气了，我只有你。我知道错了，是我不对，我知道错了。夫人，二小姐已经知道错了，您就原谅她吧。若曦，姐姐也有不对，气你这么久，害你受苦受伤。夫人，二小姐，别哭了啊！若曦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把你这个刚烈的个性给改了，要不然很容易惹来杀身之祸的。你以为郭洛洛家的明玉格格是好惹的吗？要不是贝勒爷帮你兜着，嫡府记还有额驸府的人，他们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姐姐，是我鲁莽冲动，一时逞强，不知分寸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